新年好啊咁多位！而家係2026年嘅2月份，近3個月，粵語區簡直好似過年咁啊！唔係喎，而家好似就係過緊年喎。最近真係超多粵語相關嘅話題同埋熱度，同時我都收到好多觀眾大佬嘅投稿多到嚟唔切做，所以今期咧直接同大家盤點，等嗰啲比較少喺網上面衝浪嘅朋友了解一下，到底發生過什麼事？睇下你聽過幾多單呢？10月30號呢一日發生咗2件大事，第一件就係跟悲傷結了賬 Gary T 居然同懶撈合作，聽過嘅發一，未聽過嘅發二。跟悲傷結了賬，讓眼淚留在臉龐，把這段情安放於白玫瑰做的床。Gary T 就係正常發揮啦，而懶撈嗰部分就好似二叔公發開口夢咁。喂，悲傷結了賬。喂，懶撈。喂，唔該你打電話出去打得唔得？可能會有觀眾大佬話：喂，神奇，呢首歌普通話嚟喎，關粵語區咩事呢？因為懶撈其中一首爆紅嘅單曲《大展宏圖》入面係採樣咗帝女花㗎。咁呢首歌喺歐美好爆喎。眾所周知佢喺國內已經好爆㗎啦，所以佢嘅影響力已經去到全球啦。之前有好多人叫我講呢首歌嘅，我終於有機會，我簡單講兩句啦。呢首《大展宏圖》係有啲爭議嘅，到底佢呢種採樣好唔好呢？唔好嘅一方面，有好多人話佢喺度侮辱緊帝女花，褻瀆經典。明明講緊一個亡國嘅故事，俾你唱到鬼五馬六，同埋話成首歌好詭異、好恐怖啦。而好嘅一方面，就有好多人話佢帶紅咗粵劇，令到好多人去重新認識粵劇，去了解帝女花整個故事，甚至紅到國外添。咁希神仔，我覺得呢，大展宏圖爆紅係好事嚟嘅。除咗啱啱講到佢好嘅一方面之外呢，我唔覺得佢係喺度侮辱緊經典咯。第一點，唔知個編曲人係專登定係唔小心呢？個採樣佢係冇用到最經典嗰幾句，落花滿天蔽月光，借一杯付戰鳳台上，冇用到，而係用咗無煙暗遮世外天。咁後面呢幾句呢，係源自帝女花嘅開頭。係相當美好嘅，所以用呢4句呢，我覺得冇問題。如果係用最經典嗰4句呢，咁就稍微輕輕有啲問題啦。第二點，你講到侮辱經典，咁落街冇錢買麵包，借錢啦又怕老婆鬧，都俾人惡搞過好多次啦。嗱，我覺得如果呢個經典嘅作品佢未俾人惡搞過嘅，如果你係第一個呢，咁就稍微有啲侮辱成分啦。如果懶撈係第一個，甚至惡搞嘅話呢，咁就肯定侮辱噶啦。但係呢個 get 都已經玩爛晒啦，咁所以呢，我係可以接受嘅。下一個10月30號，除咗跟悲傷結了賬之外呢，仲有一個熱詞叫做廣州。哇！呢個不得了，聽過嘅發一，未聽過發二。咁呢度我就唔解釋咩事啦，因為有好多講呢件事嘅博主嘅片咧，都俾人下架晒。比如嗰個道德戰士黃家添啦。不過大家根據呢個關鍵詞去搜一下咧，都仲可以搜到相關內容嘅。10月30號之後嗰5-6日啦，啲大數據啊推俾我嗰啲片咧，全部都係講緊呢2個大事件嘅。上一秒仲喺度跟悲傷結了賬，下一秒就喺度因廣州，再下一秒就從白雲池飛到火葬灣，上咗過刀，翻嬲腳蛋，又下一秒就活力大灣區廣州新因2個機打晒交。當時有超多觀眾大佬投稿叫我做，我就一直喺度諗，呢2個 get 都好有意思喎，做邊個好呢？因為我嗰陣時間問題啦，只能夠2選1，再做埋另外一個呢，個熱度就過咗噶啦。到最尾我2個都冇揀到，我去咗惠州，去咗男生春代沖涼房。去嚟做咩啊？又唔好玩，啲數據又差，又錯失埋熱度。下一個時間去到1月18號，經過1個月嘅風平浪靜之後，馬年超嗨呢首歌突然橫空出世，成個粵語區又再熱鬧起身。聽過嘅發一，未聽過嘅發二。個個都話呢首歌喺度侮辱廣東人，喺廣東過年唔好唱呢首歌啊！如果唔係，你過唔到今年啊！啱啱先搞咗個廣州，
而家又嚟個馬抄嗨，廣東人到底得罪咗邊個啊？爆紅嗰日咧，啲人就開始去抄呢首歌係邊個寫嘅，準備捉佢出嚟。我當時都有留意呢件事嘅。咁過咗2日咧，大家先發現原來寫呢首歌嘅唔係官方，而係馬來西亞人黑酷。抄到佢出嚟之後咧，個個都走去鬧呢個作者，要佢道歉，甚至有人作埋歌嚟祝賀呢位朋友。馬連數馬超閪，演唱者冚家富貴，黑酷要粉腸撲街仔，馬連祝你冚家擦鞋。個作者都唔輸蝕，即刻拍翻片嚟懟翻大家。我喺度將粵語文化發揚光大，你哋咪使旨意要我道歉啊！咁希神仔，我覺得呢，我當時諗住大家以為抄到呢首歌原來係馬來西亞人寫嘅話呢，呢件事就告一段落噶啦。寫呢首歌嘅人係識粵語嘅，甚至好可能係有廣東血統啦。咁既然係廣東人寫嘅，咁成件事嘅性質就唔一樣噶咯，變咗玩噶咯，變咗開心噶咯，就相當於落街冇錢買麵包，性質係一樣嘅，所以大家可以見到，連我都玩埋一份。祝你馬年超嗨，馬超馬超嗨。雖然個個都好想打我，但係我相信呢啲都係私人恩怨嚟嘅啫，唔關首歌事嘅。就算我唱祝福你啊，你哋咪一樣想打我，係咪？至於點解大家知道係馬來西亞人寫嘅之後，都依然去懟佢呢？除咗大家唔了解馬來西亞文化之外呢，同廣州 High Young 都有好大關聯㗎。因為1個月前大家都仲未鬧夠，就突然全網，點知而家突然間又出多單嘢，大家仲唔火力全開？咁所以呢位馬來西亞嘅朋友係慘咗啲㗎啦。但凡你提前單聲你係馬來西亞人，都唔至於俾人成咁樣。下一個大事件，馬連超嗨嘅3日後，即係1月21號，薑葱白切雞風味牛奶橫空出世。聽過係發一，未聽過係發二。中意食白切雞同中意飲牛奶的人都沉默了，一夜搶咗馬超嗨嘅熱度，全網爆火加賣斷貨。少部分幸運顧客咧就飲到頭啖奶啦。有人話奶有雞味，有人話爭啲飲到嘔啊！抱住呢個獵奇嘅心態，大家都心喐喐咁湧去買，點知冇貨，仲要上埋新聞添。呢個飢餓營銷係做得非常之成功啊！我上1盒奶炒到15蚊，都依然仲有好多人捨得買嚟試下。飢餓咗大家半個月之後呢，終於補貨啦！相信好多感興趣嘅朋友而家都已經飲咗啦。唔知大家覺得點呢？我哋都有做測評喎，啱啱錄完仲未剪好，應該過2日會同大家見面噶啦。敬請留意。以目前嘅情況嚟睇，呢種獵奇嘅產品都幾受歡迎嘅喎，因為而家市面上呢種特別風味嘅產品都幾多下嘅，而關於廣東嘅味道呢，就比較少喎。所以希神仔我覺得都幾好玩嘅，同埋我最佩服嘅咧，就係佢嘅飢餓營銷。你好嘢，搞到我揾咗大半個荔灣，行咗3、4間鋪先買到。你好嘢，咁唔知以後各大商家會 keep 住出呢一種廣東風味嘅產品啦，定係要隔好耐先出一款嚟吊大家癮呢？咁就要觀望多一輪市場反應啦。下一個1月份簡直係粵語區百花齊放，繼薑葱雞奶2日後，海來亞木板嘉禾望崗上線啦。聽過嘅發一，未聽過嘅發二。下一站我們就各奔東行，分手在嘉禾望崗的夜裏。首歌一上線就被全網爆紅，連我阿爺都強推喎，成為咗廣州嘅代表作。咁啱我哋都有做過呢個內容㗎，大家可以移步去睇睇。咁嚟到今時今日2月份啦，件事情已經發展到嘉禾望崗站每日無限循環呢首歌之餘呢，站台仲貼埋歌詞，仲叫好多人去打卡添。係唔係嫌呢個站唔夠多人呢？嗱，咁希神仔，我真心希望呢個爆紅可以帶動嘉禾望崗周邊經濟啦。嗱，最緊要前提唔好阻住要翻工嘅人啊！啲打工人本身日日都逼到好辛苦噶啦，你仲要叫埋。咁我對呢首歌嘅態度依然同之前一樣，未睇過嘅朋友可以睇睇先噶。下一個都話1月份粵語區百花齊放噶啦，嘉禾望崗第2日，馬超嗨作者黑酷出新歌啦，今次叫做騎馬過海來看你。聽過嘅發一，未聽過嘅發二。騎馬過海去拜年，騎馬過海來看你，騎馬過海來看你。咁呢首歌啲人鬧佢都仲係有鬧嘅，不過今次熱度就細咗好多啦。一嚟大家都知道係專業選手啦，二嚟
大家都鬧夠啦。3咧，呢首歌嘅質量冇上一首咁好，發音唔多似，冇咁好玩。咁除此之外，黑咕嚕仲出咗幾首嘅，不過個效果都差唔多，唔好玩。下一個2月2號，馬來西亞出咗首新歌《安靠靠》，又嚟啦，又嚟啦。又係賀年歌，又係專業選手，聽過嘅發一，未聽過嘅發二。聽講馬來西亞一年會產出400幾首賀年歌嘅，犀利。給大家解釋一下，戇鳩鳩在粵語呢是指傻嘅意思，同樣係賀年歌。如果呢首同馬年超嗨相比咧，大家會中意邊首多啲咧？如果按照攻擊力嚟講咧，馬超嗨係會勁啲嘅，因為戇狗狗有疊字噶嘛，攻擊力就下降咗好多，同埋話人戇狗都冇咁嚴重啦，係咪先？咁如果按照合家歡嚟揀嘅話咧，戇鳩鳩就會好啲喎，冇咁粗啊嘛。嗱，咁俾希神仔我揀咧，我會揀馬超嗨多啲嘅，因為首戇狗狗佢重複得比較多，有啲低齡化，好似首歌咁戇狗。同埋馬超嗨，佢有前搖噶。馬年到來，馬年到來，升官發財，從年頭到年尾，馬年超嗨，馬超嗨，慢慢咁引你過嚟嘅。咁戇狗狗就靈精起手。下一個嚟到咗2月6號，唔知喺邊度咧出咗首《Delay No More》，聽過係發一，未聽過係發二。如果你思考緊馬超嗨呢首歌有冇靜靜雞咁鬧我兩句嘅話咧，咁呢個 Delay No More 咧就係極致輸出，連作者都揾唔到係邊個。然後第二日同樣又出咗首丟拉星迪爾拉星，兩首歌一模一樣嘅。單純地、極致地火力全開，冇頭冇尾，甚至可以循環幾個鐘，氹你瞓覺一流啊！不過希神仔我都係嗰句啦，完整度、創意、鋪墊都不如馬超嗨。祝你馬年超嗨，馬超好啦，今期就講到呢度啦。近3個月可以話係粵語區過年咁啊，一堆大事件。其實再追溯多1個月都仲有嘅，就係11月份一大堆 AI 產品宣傳視頻。嗱，我哋一年睇咗咁多個月嘅熱度落嚟咧，基本上都係同粗口相關嘅。希望之後仲有多啲同粵語啊，或者同我哋廣東人相關嘅熱點啦。嗱，不過最好就唔好咁多粗口啊，近期實在太多啦，不利於傳播啊。希望中意今期又或者中意粵語嘅觀眾大佬點個讚同埋關注轉發啦。我突然間諗翻起我哋4年前都做過類似主題嘅喎，咁呢個可以話係系列第2期啊，希望仲有第3期啦。我係希神仔，粵味調料，粵味生活更多料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！又過年，忙碌嘅廣東人準備好過年未呢？哇，過年要準備嘅咩？準備乜嘢啊？準備幫老豆老母買年貨咯。廣東人嘅年貨有乜嘢呢？蛋卷、曲奇、利是糖。